在地人在地前继续来看南投埔里有一对做农的夫妻参加到世界柑仔类果酱的比赛，摕到金牌。20年前，这对翁仔某转去到故乡埔里来种有机的玫瑰花，20年后总算是开花结果。因苦心来研发的柑仔的玫瑰果酱，除了来一个国际比赛摕到金牌之外，其他参赛的作品嘛摕到1块金、1块银、甲4块铜的好成绩。埔里镇有一间有机食用的玫瑰园，今年参加英国世界柑仔类果酱比赛，唔但得到金牌肯定，6件总共得到1金、1银、4铜的好成绩。农业深耕20年，应该要给自己一个肯定啊，所以就送了那个柑橘玫瑰酱去比赛。那虽然它是以柑橘为主体，可是我们还想说，让国外的人可以知道说，台湾其实也有很棒的玫瑰花。我觉得说，我们从以前到现在的辛苦，慢慢就得到很好的成就了。伊本来讲要经营餐厅，不过发现讲国内无实用的玫瑰，感觉有发展的空间，是讲这条路行啊真辛苦。使用玫瑰确实是非常难推，因为我们早期在种的时候，台湾都把玫瑰花当作观赏花在使用。因栽培有机食用的玫瑰品质受到肯定，尤其是纯手工做的果酱，连五宝村的胖5星级的饭店拢指名采用，有台北的消费者专工去买。这对花农翁某种玫瑰花20年有成，虽然讲伫国内已经拍出知名度，为了提升产品的公信力，头一摆参加果酱类奥斯卡比赛，得到全擂台的成绩。未来讲希望讲会使互埔里食用的玫瑰花拍入国际市场。